后来过来这件事，跋筊网站的代理商伫家己的厝，利用面册做直播，报名牌互缴客来落赌。讲这个嫌犯咧直播的时阵，线顶上最超过1万人咧观看。这半年来，就向缴客落赌超过几啊千万。啊，这个嫌犯再来抽这个空面相，即摆互当着，互移送法办。专业的灯火含三脚马，边仔搁一张目睭睭的数字票，手机爱直播画面，真侪网友一直称赞，含起几排爱心，搁一直绕回没问题。来，现在我开一个免费的赖群啊，大家可以去搜寻 ID 哦，里面有很多大神在爆牌。直播画面票主队长甲分享，不过这不是网红直播伫咧卖花，是跋筊网站的代理商，秘伫咧办公大楼的办公室，去台中警察军装，嫌犯转做居家办公，透过面册直播。来报名牌，透过脸书粉丝专页进行直播各类运动、百家乐、彩券等排序，并将娱乐城的连结放于留言区，吸引赌客跟注。今要去徛过新闻厅，正话逼去房间内，坐伫咧碰起的就是直播姓吴的嫌犯，喙水真好，真够解说。直播时，常在超过1万人来看，其中可以关注菜馆名牌人上车。来22减7哦，22加7啦，顺开几号？顺开15啦。嫌犯用社群媒体含脚卡伫咧线顶博摊，每种专家有3000多人伫咧追踪。这篇直播相关到530条绕会，含12000多厝的人咧看。警察调查小铺各会员资料，半年过来脚卡伫咧这间代理商，以钱得一买几啊千万。涉案的3个人却以跋筊罪告洗钱、防制法、防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